那次我上来跟他碰撞啊，细细的，等个回来就破了我，人家跟那海动个天哪，那连在一起，没有看到别人。基轮到的时候，有的人说金州这样讲，金州是台语的嘛。那年啊18岁，大屠杀，还没排华也没处理掉这大，也没可能来到台湾了。他这样想，你嫁了那个退伍军人有，他又有那个，就半年前可以贴你了这样子。他就比我爸爸小1岁呀。那时候有多难过哦，很大年纪啊，像妈妈一样。我嫁过来的时候，我没想到我会做农啊，拿来台湾好呀。那个台湾地图长得怎么样？台湾这个字我完全没有听过，新加坡很小我都听过，然后香港很小我也听过，但是台湾的我从来没有听过。我是那个年纪20多岁的时候，有人介绍那么好的，一定这个人是2个博士的，很好的人结婚。刚刚来的时候，有的人说金州这样讲，是台语的嘛。以前的人啊，个靠唔起讲态度人啊，哈，个真懒，做事情啊，忽然间人个唔会做，平常时根本唔会做啊。硬是个，我都一代人都要硬来硬要做，冇本就靠唔起。研究他乡喺他乡双十节目组，对日本来嘅曲艺跟中国嘅阿金，伫1942年先后，听听伊嘅老公坐船嘅漂洋过海来到台湾，佢台嘅細妹人，伊嘅人生因為婚姻爭離開故鄉，伫曲艺跟阿金過後，佢用係印尼客家式華僑嘅寫唱、飛機、樹蔭一條魚，用佢用嘅方式來到台灣。無相同嘅係，伊嘅係飛到去改變自家嘅運命來台灣結婚。你叫他鄉係他鄉，下集我哋愛跟人講伊嘅故事。就来台湾的时候，在台北3个月，就慢慢找房子，就找到这边来。这里就31年了。也就我甲位招的呀，甲位带过来的呀。从印尼带来的。嘿嘿嘿。这时候你几岁啊？这个是20岁还没有生病。我带来就是一张，其他都冇嘞。20岁没听，
就给我弄个坏坏呀，很丑，就觉得完全变了一个人了，变成一个很丑很丑的哦，不像以前哦，就觉得完全脾气变得不一样。后来慢慢走出去，做衣服、做头发，跟朋友很好，嘿，就比较那个开。那几年完全不敢见人，我们那边隔壁邻居我没有去过，完全不敢，觉得自己很丑，给人家怕人家笑，人家这样看不起，心里会想啊，想走到很远地方去哈，走到远去啊，人家不会怎么嫌弃我啊，那边我怕人家嫌弃我，就这样在想啊。台湾大家也不认识我，你嫌弃我也没有关系啊。我就这样想啊。这张照片是？这个牙有卡吼，印尼的木啊，迄个做饭阿妹翕的，饭阿妹煮的啊。你去前几去做的啊？嘿，以前去做的。这是我爸爸、我妈妈、我爸、我妹，也我落台。我最细落台结婚，有我外婆，我老妹，我落台生人。一个人全部还给印尼哦。嘿，俩同在印尼。两妹两我妹来买。我妈妈来台湾哦。我妹我妈妈来台湾大4月。伊落过伊倒摆。我妹，哈，一起。买一块的。因为我将来到的时候，天热气将来的时候啊，在台北，在他家，两阿姑。你有多少认识的亲戚是嫁来台湾的啊？我阿姑甲妹2只，再甲伊食讲，陈玉辉啊，再我爸甲阿姐甲妹，我爸甲阿姐妹2只，在市田。我姑两阿妹，我细姑啊，还有我落台两阿妹，好咯。多哦。都来找你的人怎么跟你说？他说去台湾很好，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你要做工也可以，嫁人也可以，什么样都可以。你几岁大细？33啊。阿爸大细？阿家哈，毋知迄伊讲是58个59啊，也毋对哦。呵呵，他骗我，我就无骗你哦。嘿嘿。从来没有跟我男孩子出门啊，去哪里啊，怎么样没有？第一次来到这里就跟他，我一天到晚怕他，怕得要命，真的当我爸爸一样的，差我爸爸1岁，大1岁，就觉得是我爸爸这样。我从了家20几年没有教过他什么东西，就会，很怕。没有叫他没有，也没有叫他先生，也没有叫什么，就不敢啦。我去向我的命哦，去看见他说你会走很远哦。我说走到去好不好？他说很好，不错。后来又去另外一个他说那个老公啊，胖胖的他的脸上有一个痣，有讨过老婆的，那可以吗？可以，那个蛮是你的缘分啊。飛機喺1982年經過每年小姐來台灣看親結婚呢。飛機嘅老公係退伍軍人，而退伍嘅下已經52歲嘅。佢樣是因為反抗復國政策，限制阿兵哥結婚。一條阿兵哥退伍也按到歲嘅，頭家嘅冇按改。也是藉第1年台灣兩地做生意嘅華僑。開始做每年嘅生理，對印尼小姐忙結婚，係冇離婚，冇就老公過生嘅細每年來台灣，嫁伴一條退伍軍人，依然單同老公所長嘅22歲。
伫斐济迄个亚个早期，有几度干伊强用对印尼来个客家西美人。伊个妹係伫1979年到1983年边呢，经过媒人小姐来台湾结婚的。人家問我來台灣，我咪來啊，好啊，來是30歲。樣板嘅情形，你會想來台灣咯？哎呦，我老公不用去那，佢沒離愛啊，沒離愛손哦。就走咯。走咯，你走你，我走我呀。哎呀，小孩子不還給他，2個小孩子給我哈，我帶着你去。我講我喊人家都看人家。就是我弟媳妇，还有她妹妹，她怎么讲？叶小姐，你知不知道，过了35岁就是老处女了，交头接耳啊，这个还没嫁人，老处女什么什么。我们在印尼，我们是还没嫁的，整天给人家讲老处女，讲什么我会受不了，所以就来这边走一走看。68年的时候说要来台湾，都很多人来了啊。我还到72年，他说台湾很好，可以工作，你怕什么啦？大家都很多人去了，觉得很好，你还不去哟？你还不去？你这里做的要死，你4个小孩子也有，你怎么养啊？他这样讲。有明明你们去台湾那个退伍军人，他会帮忙你，他这样讲。大家好，我係張李慧芝。張鳳梅哦，我係張廖kỳ芳。呢個係我嘅母靠，我媽名，我妹名，我太，田二羅太羅梅。呢個就我先生張文良，許văn國。69年離開埋印尼，來台灣啊，去結婚咯，隨住老我。叔叔，rồi帶我一個來，今天每年我見到我老公，今天你老公喺世界成年，盡你คน我แม่我哋向我妹唔吹了。開心樣子我很滿意。大姨行路不看看哇？以前有種油的啊？之前冇種油，很係甜。到啦，這裡啊，冇人喺了。加來幾下要喺人哋用嘅。係，我嫁來車喺了。邊日嘅？係，車了嘅。cái đồ nga man chim xẻo su cái đồ nga sam su nga po po đồ ôn cái này đồ lung kiên ai lung này anh chỉ định thi bài lời cái hai nhong anh như lời à số cao số hang lũ là cho cha là cho được cái thải lũ xuống này lọ rồi nhung mình là cha lọ唔得之前 hằng như lời hè hang lọ rồi nó cầm đồ con coi làng làng kia coi làng cái chi nhăn này ngay lối si làng ngô ăn làng ngô chuyện gì đó làng ngô chun ngô chuyện gì mình cắt chọn những phô phô sam phù nè
走台湾那种。5点多就起床哦，撂手哩，2大早。那种写信封这里，这个意思。我天啊，这样。我住这间，那以前我的房间。我了变迄咯，之前我了铺好好的啦，乌手的啦，我有装潢的。那就客厅，里边客厅，那个公的，还有房间的。煮大家吃，我不会煮啊，慢慢学，他们会教啊，用的啦。我蛮进婶婶啊，他会有一次我跟用炒豆干呀，炒豆干，向来煸煸去，迄卖煸煸，是什么煸煸？汤唔是的。后来我婶婶老会讲国语翻译给我听，后来刚过来，汤唔是，越会汤唔是。后来慢慢那样了解，我什么事情都会忍啦，我也不会跟人家争，跟人家吵，骂是冇啦，背后会讲话，看你呀，认你妈。对，刚过来真的，都讲来认你妈的，就是看不起，因为你们在那边没得吃，才嫁过台湾来。薛强本当地印尼雅加达做事，伊妹是透过每年小家，1986年来台湾看亲，也老公是新竹客人，中个人所长7岁，共个一个奶爷2个母爷，老公过身呢，也下一间奶爷心口穷下黑。台湾男孩子啊，因为你娶不到台湾女孩子啊。就娶印尼的啊，印尼的不了解啊，就随便嫁。排华之前1967年啊，那年我18岁，大屠杀，176同年啊，中国人就讲同年啊，按多年去出街上啊，有钱人咪走啊，冇钱人咪留下，用人的意思啦。哎呀，这个年轻人都走出去了，是按倒哦，7节哦，倒头，落个讲个了，河啊了，就是很得人惊，很恐怖。后来我爸都爱甲我姐都出别个地方哦，又比较台的地方去，该亲戚来该住，他们真走出去，好安全。也是因为排华啦，怎么讲，让我出去雅加达啦，还没排华也。冇出去雅加达啦，係啦，係冇批花也冇出去雅加達，也冇可能來到台灣。薛強飛機跟機化演一條什麼嘢？飛到唔愛地家鄉過苦日嘞，改變自家嘅運命，伊應該好膽天無暗緣來到台灣。台灣對伊來講係一個希望，唔過飛到一個希望，伊應該學讓嘅男女關係一個環境。教我，你都教我，我不管啊。好像我們那邊就講客家話，來到這裡大家嘀嘀咕咕在講什麼東西，我知道是講國語哦。嘿，這個講給你哦，這個湯跟路邊的湯磨呀。那中師傅以前人沒有多少錢，以前很少，很少嘞，還是不這樣，這是靠那個去不夠吃的，哪裡夠？小孩子要讀書啊，怎麼夠啦？樣樣要啊，不夠啦，沒有去賺不行，要靠自己去賺啊，做了10幾年工。
有钱赚就好了，我不怕辛苦啊。管你加班怎么加我都加，10点半加到天亮通宵我也做过。哎呀，因为我们卖狗来的啊，他要欺负我们啊，有的工厂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去看我们卖狗来的看不起。对呀，很多这样子工厂，你知道吗？这样欺负人家，嫁这个老婆，这个老婆没有人要你来嫁给他，干嘛？小女儿讲啊，妈妈，应该你叫爸爸爸爸才对，我叫他爷爷才对。小孩子呀，上学的时候，运动会他爸爸也会去啊。他说他的同学他说你爷爷来。到长大的时候有叫妈妈，你不要叫爸爸去，我说他去也行。人家那个同学就说我爷爷了。我们在印尼都是包甜的，来这里有包咸的。认识嘅所长是喺飞机、机法甲伊嘅老公当中最大嘅问题。毋过来也见来见久，两公婆日见日有嘅感情。他一回来抱小孩子，在那边唱歌，给孩子他抱到都睡觉。你洗衣服他会晾，如果你拖地他会抢东西，他会拖，真的是不错呢。他不会说楼里买是收了啊，不会。我每年有回去一次啊，他也没骂，也不会讲。他让你回。回去。今天我妈妈生病打电话来，我接电话先哭，他都去买飞机票去看。他也不会说不可以，后来慢慢喜欢了，他都蛮不错，蛮好的。飞机甲机法2个人嘅老公都过身呢，也下伊嘅想法出题4年呢，就是也到对印尼来嘅姊妹嘅相互做伴。好久没有回去都不会想了，因为爸爸妈妈不在啊。爸爸妈妈在，我还会想回去哦。爸爸妈妈不在又不会想。人生很无常哦，一下子30多年过去，没有想什么，就想我们过的人生就是很满足了，不要说哪里好，这是台湾的，就这样了。翌日，薛强带定外甥女一路卡人來到希拉湖橋嘅太子薛妹嘅路卡。太爺，你什麼？你什麼？來，這個是我大阿姨啦。薛妹係經過薛強小嘅嫁來台灣呢，也老公係退伍軍人。過身呢，也下一個人係家下咧每月上下誒會歸來看伊。我先來，我是帶他們過來。那邊只剩下媽媽那麼老啊，她又沒結婚啊，就把她帶過來，找個好歸宿啊。你喜歡台灣嗎？對吧？慢啲。台灣嘅好純粹嗬，睇住嗬。哦，台灣幾好好命，幾個好故事做。愛去印尼嗬，愛做，愛打那，愛中國，安坎庫。他而家都嚟燒黑呀。冇啊！來台灣冇做嘢啊，又冇上班冇乜啊，阿姐夫都唔好。做好命。較好命。薛強有5個兄弟姊妹，伊間太子薛妹先後嫁來台灣。一位係因嘅外甥女蘇瑩，喺薛強嘅小計下，聽聽2個阿姨嘅腳步嫁來台灣。一下講嘅2個細人呢，係講國家蘇瑩係喺台中嘅老妹，薛強家族有4個細妹人嚟到台灣結婚共子。薛妹80人歲嘅，
66个为识字，记下10年前就唔识归印尼嘅，也下伊咩唔都记得头摆印尼嘅事情呢？台湾比印尼好，因为印尼人哈，好叫嘅排法，没多久哈，家己又闹一次，让过度不安定啊，路外哈都走去了啊，转落了后生嘅都唔识啊，当唔识咯嘅亲戚咯，嘅生活也冇穷样，家里也吃到冇穷样啊。感觉起来还台湾好。买包厢啊！一个3箱的也签过了哟，100多。苏颖喺1993年嚟到台湾，老公不卡做农，伊跟老公还有一对子女，各家管家娘穷下吃。印尼我做度假老师无，好。印尼做生意，唔是做安尼。啊，来了东乡哩无，叫我的呢。很有成就感。因为种菜，因为我用途，因为贴用途。啊，印尼从来唔是做过的。他以为晓得呢。晓得啦。天天在摸索，还给你高级。天天在看啊。公公婆婆我搞的。我呀。所以做老公的要看包容性，看忍耐性。跟贴用途去卖掉的伊了。一直叫他不是这样子，因为一般人变成我们的经验。但还有人来卡，但还有人卡。变成我们经验要搞几个，哎，我们让我长开讲哦，速度开讲，哎，没扣少。做我们的功夫的，尽量搞不一样的。啊，因为张头而家忙上班啊，就变成这么开会空啊，做哎不，这个上班也不可能全权的搞本地啊。一直想办法赶快教会他呢。没了，这个有成就感，那没了，这个做这个输钱哦。这个输钱都做得好，做个分去啦。啊，做到真输钱吼，本骗人吼，我才冇去做咧。苏颖的野爱喺伫印尼闹热嘅都市度开船堂，伊从小伫闹热嘅都市太热，张家岛、拍扑棚也嘅上风亲唔惯。我们以前的环境很热闹，这里很安静，不一样。啊，我们晚上还冰，这里安静。哦，好可怜哦，为什么那么安静？哦，嗰个都冇时间，暗点清的，牙嘅当闹热，也不是很逼巴巴。那你在印尼住的是比较城市吗，还是怎样？系啊，比较城市啊。甲都市啊，掠甲山啊，算山啊，甲咩乡下呀？走那个山路啊，为什么那么山？用暗山的那个，后来给他骗到。啊，不是说很热闹吗？哪里有闹？没有几间房子没？我们那里房子是一房这样子啊，很多房子啊，2亩。同一间是一间，一个按都不用模糊的，像我只好按用头烟，跪拜的。一个外籍新人从一个家乡嫁到不知的地方。真的，他完全没有概念。我怎么知道我老公那边长什么样子？我怎么知道他是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站在他的角度想，他可以嫁过来，然后要能适应，那种勇气真的很，连我自己都很佩服他。所以我就很包容他，对他很付出那种爱心、那种用心。
一直去带着他们。别吹乖，别腐乖，喊你按来做前妹妹，按来前面来安尼啊。啊，过来食用我食看看。俩会接过来安尼啊，啊俩妹会接过来啊。最后上去4块。我嫁过来的时候，我没想到我会做这个啊，顶多去上班啊，工厂上班啊，但我没想到会做农啊，后来做农也是做一做久也是习惯性啦。我做自己的哈，我什么时候要走，什么上班，没有人管我，我自己管我自己。虽然讲做农也辛苦啊，佢唔好影響講做得辛苦我唔可以做咧，我而家講你睇安難我唔可以做咧，起碼佢唔係刻苦耐勞，所以講都親生嘛，親我弄的。明年你做乜㗎？明年你做乜㗎啦？哎喏。今年做。明年你做乜㗎？爸婆都愛做乜㗎？我都有冇愛做。每一年嘅熱天，樹蔭會地用桃園種苦瓜，買苦瓜賺到嘅錢，係一季一年每家嘅收費。一個人沒會想家，不然嫁到那裡就會想家，沒有想家都騙人的啦。太常回去哈，人家咪講，哎呦，日都啱做咯，都做我家嘅，因為阮隔壁鄰舍講，咪好。以為有湯咯，哎呦，結果點做唔好，結束，哎呦，我飯煲都揾你食空了，佢講，也是會聽到這樣子聲音啦。其實講叫唔好想家是在咩好想啦，你去完台北那有可能唔好想我啦。對那個，家都講啦，去講要同樣，我們要以同理心去對待佢。舉例啦，叫媽媽來，叫乜同講，媽媽來了好嘛？好啊。飛機車喺度提出，本地方面去來了好嘛？我都就講啊，你看人家爸爸媽媽向20萬人當家幫我做伴娘，我也很感恩你的爸爸媽媽去做安太冇一半哎。那後面所有你的思想，你思想你做嘅事情嚟講，我一定要提聽，我一定要睇佢想，都係俾人多一份本地關心啊關懷啊。僑央對印尼嚟嘅樹蔭，係喺1999年透過印尼當地人嘅手機實施一路講，2-3年親友發講，伊就決定嫁來台灣。冇人講誒，伊講吼，嫁不幾好喎，伊也吼安台東3樓，吼又有2台車誒，
佮伊讲伊的10年薪水吼，台湾哦7万元哦，伊讲，我真想7万元，甲1年前多钱呀？但是事实上，你回来真的没有那么多了。那是以前的事，以前的工作，把以前的工作讲到现在。他娶我的时候已经是事业，好不好？所以我算本影天，因为感觉讲你已经嫁过来了，感觉2年唔会差，我老公就是唔会差，所以我就想算了，那被骗也算了。但是你遇到好人，你拄到好人，唔免讲歹人，也有看人啊，实在规好。阿姐同阿哥自从诶，拢过写你个露台，看露台看写有，看还有相同。用露台用的态度来去对待，所以我觉得算了这样子，不会想过去，就是说我们要面对是现在，是以后，现在跟以后。所以你老公嘅样式系透过台湾婚姻中介公司嘅安排，去印尼看亲，嘅下嘅台湾田中下忙结婚嘅小奶嘅，单单都系去东南亚度假嘅。台湾嘅路況，乃都可能到貼定婚姻中介嘅廣告，認證嘅樣時有幾多東南亞嘅小妹人，本人連來台灣，為到要保護伊人嘅權益。2004年，政府開始做違法，韓國管制貼廣告，要求中介公司合法立案，就唔會俾非法婚姻中介造成社會問題。我老公设计有电扇，他很怕热，连厕所都有电扇，我们的厕所都有电扇。有时候死掉，有时候就不会，有时候，那个死掉了。我老公会说比较辛苦，是因为蹲很久。他个性我蛮欣赏的，就是我们蛮有默契的。我们聊天的时候真的很有默契。那时候我很奇怪，我讲的客家话为什么他听懂，然后我也听得一点点懂他讲的。然后这样过来久了，现在偶尔会讲到那边的客语，他说你讲什么我听不懂。我说你以前怎么听懂？我讲什么都听懂，差好多的。想念以前，就是想念以前在那边过的生活啊。就是你嫁过来又完全不一样啊。虽然有习惯，可以那个，怎么讲？可以过得去，但是还是会想念以前。那个台湾地图长得怎么样？台湾这个字我完全没有听过。新加坡很小我都听过，然后香港很小我也听过，但是台湾的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的原因想要嫁过来的是因为我要脱离那个家庭。我妈妈给我很大的责任，我必须带那2个妹妹，那2个妹妹好像是我女儿。你知道还没结婚的小孩带2个女儿的怎么痛苦吗？生涯10歲，我当时有这样想，我在家里没有未来，赶快脱离。可以试一下吗？可以。你听一下。3下就好了，转3下哦。我在那边长大，然后我在那边读书，你想看看，你在那边比较熟悉，你会不会觉得你看你们在台湾已经很久了，那你们觉得在台湾好还是在别国家好？如果给你选择，你会怎么想？你会离开你自由母国吗？我觉得我不幸福，是因为我不是在这边长大的人，所以我没有感觉幸福，是因为我很多事情要从头开始，我不喜欢，我真的不喜欢，但是我没办法选择，那是以前我自己想要的选的路，所以我必须完成。
认为男孩子本来就在外面工作，但是他不会管我说你要去工作还是不工作。对于小孩子的教育，他完全放手。我真的很累，因为我有3个，然后面对国字，我真的会有点压力。但是幸好遇到姐妹会，然后慢慢去学习。给他爱上师资班，嘿，爱给他有戏的，爱给他师资班一定是第3还是第2是第3我才去的，因为那时候我刚来的嘛。素英参加嘅爱惜信仰实施班係1995年成立嘅，一直到2003年，实施班轉型做南洋台灣姊妹會，也嘅組織清早係民農一群文化工作者設立嘅，為到愛本對東南亞加來台灣嘅新住民聽實施聽革命生活，實係實施班嘅學生嘅素英。一開始用伊自家嘅經驗來跟一條參加過來嘅姊妹聽書。絲啊，支持絲的絲，上面一個土，底下一個絲。還有娃娃用的，好，再來。長。我貼嘅下，我會看詩，我雖然會看詩，但是我唔曉寫詩，嘛一個困難嘛。最起碼個我睇有聲音嘅。可是有聲音呢，可能台灣天氣啊吼，一下感冒就一定要帶醫生。那貼拜醫生，佢你就要下資料嘛。那最基本的，你體質你要曉得下嘛。聲音的名體質你要曉得下。所以我當初想法講好，我愛學，為了聲音。最早期的客家話的存錢叫肚皮。如果你跟老人家讲哈，你们家的公公或婆婆年纪有70岁以上的，你讲肚皮，他才听得懂。什么？肚皮？不是肚子的。要不知道的人讲一讲，还讲到肚子饿的意思。肚皮。哎，对啊，那要去台北。我要去台北。我去台北了。我去台南了。台南了。我要去台南玩。台南。我是因为我老公客家人，我才愿意嫁给他。语言方面可以沟通，像那个越南姐妹，或是柬埔寨，或是泰国姐妹吼，那嫁过来吼，我觉得她们很辛苦，我觉得她们很厉害，突然会讲客语、国语，甚至闽南语，他们都会讲。那他们会适应这个环境，我觉得也是很厉害。那我觉得我跟他们真的差很多，不能比。我说我是因为我是客家人，那文化差异好像没有那么大，那他们真的就是很大。来，奶，你要去哪里？买商夫。像很多的印尼嫁过来，他们也是工作啊，但是有的老人家不了解啦，声音安泰咩，声音要用到钱啊。小哥会不会管你的金钱啊？会，我的钱爱怎么花爱怎么用，是我自己用，他不会问我。我老人家也不会问啦。我公公婆婆他们人不管你，不像有的公公婆婆要管媳妇的啦。我们家的不会啦，我们家的他们超好的，没大手也没关系，他们会讲话的。这2日咯，应该以后啦。我刚来没多久，跟我二嫂他们整个人一批去扫墓，有一个人刚好问到的时候，俺姨说
嘿，你迄1年无？记得安尼问啊，你说，要当无礼貌啦，你说当火胎，我迄太激的来嘅，安尼大家人，你说转来学问你的，佢咩当无欢喜啊，人安尼问啊，你的，因为你问人吼，你好好问都无相关啦，安尼啦，我不看人头1年有方法系冇去问，佢都安尼想啦。你现在是娶外配的时候，人家会把你怎么讲？会有一个标记，如果说你是娶外籍配偶，你可能是某种原因，可能一般人的印象嘛，就是外界的印象，可能就是啊娶不到老婆啦，经济状况不好啦，身障啦，就是反正就是一定有问题的，你才会去娶外配嘛，就是娶不到老婆嘛。我没有错，我是娶外籍新娘没有错，但是我是很名正言顺的娶她，就像我们台湾一样嘛，我娶台湾的娶谁？也是名正取嘛，对不对？觉得没有什么啊，只是觉得说，为什么要挂一个标签，把它贴上标签这样子，就是给我感觉就内心的感受就不是很好。我会跟他讲，我说妈妈虽然是从印尼过来哈，但是她只是不同的国度，她也是爸爸妈妈怀胎十月所生，你不能说，就算她文化不一样。你也不能去否定掉他的一切努力。以前我会一直叫外籍新娘，外籍新娘，当然我会觉得是外人，不是自己的人这样子。我们已经嫁过了很多年了，已经10几年了，还是被你们称呼外籍新娘，好像是一样是我们是外人。那小孩子都生出来了，这么大了，还是这样外籍新娘。后来我跟他们说，我们现在改名字了，不能叫外籍新娘，要叫那个新移民旅行。我这样讲。我刚嫁过来的时候，我是认为我不用写国语了，因为我自己本身会讲客家话，因为我深深也客家人，然后再嫁到美浓地区也是客家庄，那我想说哇，那我就语言没有问题，但是那是当初的想法，然后嫁过来我才发现哇，不是我想的这么简单。按多年来，为到本台湾社会很够了解新移民，一條姊妹開始行出家庭，落去教研，同社區分享自家嫁來台灣嘅過程經驗一條。像係國宴是嘅國小，未開業多年文化考察，教新移民嘅新人呢，學講阿美嘅話，認識阿美出生國家嘅文化。一个是kasih ibu kepada beta， 母亲对我的爱，tak terhingga sepanjang masa， 就是没有限制的时间。然后呢 ，hanya memberi， 只付出。然后呢 ，tak harap kembali， 对 ，bagai sang surya menyinari dunia。多元文化就是让小孩子知道，在台湾现在已经有越南语、柬埔寨、泰国、印尼这样子，要让他们会讲，只是让他们知道，以后听到这个有人不要误会。Bagai sang surya menyinari dunia。对呀、有啊，那个谁啊？老师刚来。练笔老师有啊。我昨天看到，这样一捆多少？80块。哦，这么爱那种颜色。绣的时候可以用那个、哦。就我说你这个啊。现在开始很多姐妹是开始中年龄了嘛，面对以后的，就是退休的年龄那种，有没有想法要回去，或是留在这里？其实现在开始调查，我们去访问的时候会问一些姐妹，但是很多人说不晓得啦，还没到那个，到时候再说啦。但是以我自己来想，我回去没有意义，我会想这样子，因为姐妹可能也是有家庭了，那父母也可能不在了，那我回去要干嘛？因为你回去真的是那个国家可能变很多，改变了很多，你又开始重新一个新的环境了，你知道吗？时代不一样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回去。
如果我在这边，那我可能会组成一个老人宴，就是专门给姐妹一起住。泰国姐妹有泰国的风格那种的，如果印尼的好，他们有印尼风格，那以后可能会造成一个新的文化出来。长得很好啊，长得很漂亮。漂亮都可以啦。大家都到学堂去，不卡啦、叔公阿伯啦，吼，啊，佮甲表连衫，穿学堂去。哦，也袂做，又按三忙，啊，又小秘密，冇牵出出来呢，吼，每个做到安尼不做有嘛，吼，啊，他不会，做到又欢喜啊，又快快乐乐过日嘞。三生有幸啦，哈，不算很幸福，安尼运气好啦，拖到按三忙安尼做哈，那变到人做乐观，你就要跟他携手相伴啦，属肯定的做哈。